讲这个确诊者真有可能是伫防疫旅馆，互住伫隔壁确诊者来喂到的。为什么住这个防疫旅馆会喂到病毒呢？旅馆的业者提出着2项的可能性。第一，这个冷气是中央空调，旅客退房的时阵，防疫旅馆的工作人员爱甲空调的过滤网拆落来洗，了后再来接新的人客，真有可能就是伫这个所在出问题。第二，这个旅客就要离开房间到大厅来做检疫，嘛有可能是环境的污染去互传染到。就有医师讲啊真坦白，讲这个防疫旅馆比病院还阁较危险。台北市防疫旅馆敢若发生群聚感染事件，招大家真烦恼。是讲住伫防疫旅馆过被喂到，这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？一般来讲，防疫旅馆伫接人客进前，必须要事先将这个门柄用酒精擦过。曾经等等的备品拢总爱换过，上较要紧的是冷气的过滤网爱拆落来用漂白水洗过，完成了才会使接新的人客。敢讲是工作人员做代志无顶真正会出问题。这是有些人的推测啦，但是我们在没有看到真的证据之前，你说就是说开窗就会导致隔壁的这样子被感染，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敢妄下这样的定论。第一位他下去之后做完这个检验，轮到第2位的话，应该在他之前就要去做这个消毒的工作。当中没有在做这个消毒，或者是电梯里面的这些按钮没有做消毒的话，都很有可能会有这个传染。防疫旅馆的环境风险比较较悬，工作人员必须要经过完整的教育训练。医生嘛讲，防疫旅馆比病院更较危险，唔那旅馆要注意尔。我现在还不觉得说马上要做调整，当然是7+7它的风险一直持续存在哦，它的风险当然会比14天的一个隔离要风险来得高一点。较真的个案，按照1718年采取的检疫方案是14+7，那过年检疫方案是缩短为7+7。Omicron 病毒传播力较强，过年期间的检疫确实缩短，虽然医师认讲无需要调整，指挥中心嘛表示讲无变动的必要。不过最近连续出现这款敢若是群聚感染事件，难免会互人烦恼。